and friends. 就好到地呀。 Dinos and friends learn every day. Dinos and friends come along, sing and dance to our dino song. Dinos and friends, Dinos friends, learning and fun it never ends. Dinos and friends, Dinos and friends. Come on, let's play, let's all pretend. Stomp like 粵語學習弟子規總序。親愛嘅小朋友，歡迎嚟到 Dinos and Friends 兒童教學頻道，我係 T 仔。今日我哋一齊嚟學習弟子規總序。我哋先一齊朗讀一次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弟子規，弟子即係年紀細嘅人，學生或者子女，規即係規範、準則，合埋一齊，即係作為子女同學生應該遵守嘅行為準則。呢句嘅意思係，弟子規係一本教導小朋友同學生點樣做人處事，喺屋企孝順父母，出到外面尊敬長輩嘅生活規範書。聖人訓，聖人喺儒家文化入面，主要係指孔子。訓即係教誨、訓示，意思即係依據孔聖人嘅教誨編寫而成。呢句嘅意思係，弟子規嘅思想根源係嚟自孔子嘅言行教誨，可以話係聖人智慧嘅現代啟蒙版本。首孝弟，首即係第一、最優先嘅意思，孝係指孝順父母，體貼父母嘅心意，照顧父母嘅生活。體係指對兄長同長輩恭敬禮讓，同兄弟姊妹和睦相處。呢句嘅意思係，做人第一樣最重要嘅事，就係先學識孝順父母，恭敬長輩。呢個係中華傳統文化嘅根，父母有養育之恩，長輩有關懷照顧之情，我哋要先用感恩同有禮貌嘅態度去回應，咁先可以打好做人處事嘅基礎。次謹信，次即係其次，跟住落嚟，謹即係言行舉止要謹慎周到，唔可以隨便亂嚟，做事有分寸，唔馬虎。信即係守信用，講誠信，應承咗人嘅事就要做到，唔講大話，唔呃人。呢句嘅意思係，喺孝弟之後，跟住就要培養謹慎嘅言行同誠信嘅品格。對人講說話要負責任，做事要穩重，唔好亂講亂做，亦唔好失信於人。呢個係贏得別人信任，喺社會立足嘅關鍵。泛愛眾，泛即係廣泛、全面嘅意思，愛眾即係愛護身邊所有人，唔分親疏，唔分貴賤，懂得體諒、包容同善待每一個人。呢句嘅意思係，要用愛心去對待身邊所有人，學識互相體諒、友善相處。而親仁，親即係親近、接近，仁係指有仁德、心地善良、品行端正嘅好人。呢句嘅意思係，平時要主動親近有愛心、品行好嘅人，向善良、有德行嘅人學習。有餘力，有即係具備、擁有，餘即係剩低、多出嚟，力係指時間、體力同心力，亦包括精神。呢句嘅意思係，當我哋做好做人嘅本分，例如孝順、敬長、謹慎、誠信等等之後，仲有剩低嘅時間同精力，則學文，則即係就，先可以，係用嚟連接前面條件同後面行動。學即係學習、研習，文係指書本上嘅學問，各種知識，亦包括禮儀同才藝。呢句嘅意思係，當我哋有多餘嘅時間同精力，就可以去讀書，學習各種知識同本領。好啦，
大家都明白弟子規呢幾句嘅意思啦。咁我哋而家先一齊重複多讀幾次啦。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化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問。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化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問。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化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問。小朋友，今日我哋一齊學習咗弟子規嘅總序部分。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化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問。呢幾句簡單嘅說話，話俾我哋知一個好重要嘅道理：做人要先有好品德，先學識孝順父母、恭敬長輩，做事謹慎、講信用，仲要友善咁對待身邊每一個人，主動向善良嘅人學習。等我哋將呢啲本分都做好之後，如果仲有時間，就要好好讀書，學知識，學本領。希望小朋友可以將今日學到嘅道理用喺日常生活入面，做一個懂事、有禮貌、心地善良嘅好孩子。之後我哋仲會一齊學習弟子規更多有趣又有用嘅內容，記得繼續留意我哋 Dinos and Friends 兒童教學頻道啦。讓孩子一玩就愛上學習 Dinos and Friends Learn and Play Google Play 上架啦！中文、英文、數學超過1500題題庫，隨時玩隨時學。勤做練習，收集星星，養成卡哇伊的卡皮巴拉。努力學習，集齊星星，養成 Dinos and Friends 角色。刷牙、接水果，多款小遊戲，訓練小朋友各項能力。Dinos and Friends Learn and Play 小朋友最喜歡的邊玩邊學手機遊戲 Google Play 上架啦！ Like and subscribe.